好啦，乡亲朋友，热困过后，转到了节目界现场来咧吼。啊，头先呢，讨聊了之前，你中医师后来同大家来讲到的吼，也记个血糖，乡亲朋友有来记起来嘛吼，用算来刺激韩国佢嘅方向哦，你那学起来真见脑子嘅讲到。ND 哦，你也讨很多嘅时间，一个平时嘅一个保养保健哦，系当好用嘅那种。你下呢含有两个吼，含有两个部分，两个血糖，中医师我来教本大家，你下子继续来请中医师来同乡亲朋友来讲下。现在来有他的继续来讲，那个尺泽穴哈。尺泽尺泽你按手按用冰哈，佢拄于在横纹嘛哈。嘿。都过来，都我拄到横纹的抓横纹的抓头，抓这些，抓这所在这些，看那个双阳，有嘛？有嘛？双阳咯。嘿哈，抓这些。不过双阳有家嘅唔讲嘛？所以按用一刺激素，按用冰呢吼，就会冬甜呢。冬甜嘛，所以讲爱冰到足烘，也系即讲切家有蔬菜和冰呢。冰呢较好啦，冰呢佢较温啦。按那个跟kim，跟双阳，真是，也就系对人嘅冷度来讲，老脾、脾流脾川会错，也个尺泽穴，痰道喺里面有下，好，也就系也个血糖，乡亲朋友做的都不下吃看哪里哈，吃看哪里，也下都看呢，然后医生来教，就直接来好，按用会下好的，好，也就讲到有4集了吼。迄讲你第5集来讲做迎香穴，也是我记得係從頭有人講，係，你迎香穴就講抓位吼，抓啲嗰度法令紋嘛吼，抓法令紋，抓屁股抓位吼，抓對到嘅蔬菜，黃嘅蔬菜，一般來講唔太有啲人用鉗嚟做嘅，太啲人係真係做啦。哦，有蛋糕香港下，用有蛋糕香港下呢？按做嘅冇筍啊，筍下來以後，佢要發燒啊，佢燒啊，好，像按用嚟講啊，吼，就老頭先你嚟講到，佢記隻血糖嚟講，都冇馬強樣哦，也係香港下按用呢啲刺激就做嘅得。做係就像頭先按用啊，吼，你一隻點，吼，佢血糖潛到咧，潛到嘅時間，就直接按用來刺激，像講用一關節嘅蔬菜按用，刺激做的。像呀兩種嘅方式都正確，都冇乜太大問題。好，一下呢，講到有5隻血糖，吼，啊像鄉親朋友可能有啲朋友冇記起來啦，吼，再過來又佢重複100，吼，所以佢夾到個900。所以講，第一就係你嘅少商穴。少商穴，你愛用是用到什麼原子筆哈？原子筆。按用原子筆上按用做的刺激到嘅。來傾，吼。再過來是很多合谷哈，你差不多按用冰嘛哈。數冰好來。冰好來哈，是按用一個來傾。用想要做的，有抓你原子筆啊，會調咩傾嚟做傾。記得冇用夾咩哦，冇總得用夾咩，平嚟做的啦。好。再過來，很多裂缺是葉柿子對到嘅蔬菜。抓柿子哈。傾抓很多抓骨碰嘅抓蔬菜。要不要個骨碰咧？吼，按用去刺激佢。按甜筒就做得啦。好，也就係第3集嘅。他這個可能係做天天做啦，吼。你手冰呢抓位咩？過來是抓位按傾做的，按到尺澤啦，吼。再過來就迎香是按用去做，按用去。香港下按用去刺激佢來按你摩擦就做的。好，也到5個方法，吼，5個嘅血糖保養嘅。一般來講，不單是對了咳嗽、鼻孔、疲勞鼻都有吼，你精神冇好。哦，按用去。感覺啊呢冇精神，頭腦戇，做咩乜做得啦？好，來一個精神唔好，頭腦戇，會錯有痰。脾流脾川，一條做會得來利用一條血糖，來做一隻保養吼。來啦，鄉親朋友來講下咯吼，啊像按用應該有清楚咧吼。嗰三下來啊像大家聽說地講，上愛啲嘢就講，我一下吼一條方法啲，我愛食茶啦，吼一條保養嘅方法係啲咧，食咧保養咧吼，
有的人啊，好多错嘅時節，談到嘅時節，做咩上愛食乜嘅？我記得係泰梨，好是梨嘅去燉嘅即講燉東西，漢藥啊乜嘅，好即係講無香用嘅一個方式，係一個即講用色嚟保養咗乜嘅。一般嚟講吼，你談吼當盤、當鳥、當黃。卡到當港苦時節，錯，你嘅梨是生梨是做得啦，生嘅梨，哦，即泰梨出隻來食就做得咧。那講較嚴重嘅人來講吼，你羅皮啦，羅皮，菜頭，揾嚟來打汁。哦，菜頭出隻變落高汁，高汁機地幫佢去打汁就做得。唔過佢較難食啦，佢。因為台灣咧，所以較難食啦。伊就一隻米絲啦，生嘅有一隻米絲。佢食到嗰個淡馬上就發甜。哦，咁樣嘅嘛。菜頭佢拍攝咧，嗰個部分也係連嘅葉嘅嘛，嘅做清楚嘅。葉嘅做得幾雜打汁，嚇打汁。你講講嘅米絲較唔容易，一到碰面啦、扁筒都做得啦。不過有效嚟講，伊70色。70色咪做嘅。佢談當濃、當結、當黃，卡到當艱苦。嘅時節。佢花壇嘅力量動態啊！哦，一個花壇嘅好方法哦，都來提供本太價嘅嗬。米絲冇嘛？即講，嘿，上班下都懂嚟去選，即講愛好食，也係愛即講，我平時愛用嚟來做一隻保養啦，嗬，一個菜頭其實係一好嘅，嗬。好，除咗葉以外，還有乜嘅食咧冇？你頭先講到嘅，還有水梨啦，還有嗰個羅皮啦，還有個很多蓮子啦，還有個很多木米咩做得啦，拍合啦。你講秋天嘅時節愛食嘅拍攝嘅東西，拍攝嘅東西都有一個木米算拍攝咧。拍合咩做得？哦，拍合，拍合，再過來蓮子，嚇，蓮金算嘛？蓮金咩做得？咩做得？嚇，還個梨嘅咩做得？嚇，再過來有其他，即係講拍攝嘅英雄錢朋友都做得來食啦。羅皮咩拍攝啦？羅皮咩拍攝？誒，你一般講嘅山藥。山藥咩算係拍攝咧？都了解季節，了解時節。你做得都係平時食飯嘅時節，都料理嘅時節嗬。多食。對，做到嘅嗬，盡咗食材嚟做到來食，嗬料理到嘅應該對講本部行業大家傾下食嘅時節，也好講咩做嘅得啦，嗬。好，你講一個冬天夏至，一個熱天咧就愛三伏點，一個寒天嘅時節來吃了，咁樣嘅意思嘛，嗬。喺熱天咧，應該三伏天講真實咧，嗬，大家可能有都未做過咧。唔過寒天嘅嗬，你一講熱天冇做，寒天嘅時間咪做得來。做得，有時間做得做。寒天就很多3-9點，熱天就三伏點嘛。你寒天3-9點哦，你冬至過來天9日是第一隻，再過來9日。再過嚟9月3隻9，9日係一隻單位，三隻，冬至過後天就9日，天2就9日，天3就9日。你因為你中國嘅易經嘅切頭嚟講，9是陽水過嘛。你冬至來講，冬至嘅至嘅意思講，冬最寒嘅時節講到冬至嘛，冬至你用嚟9嚟講，9是陽氣當重嘅啊，來吃了，按照3-9點。係，好，所以講一個，按講到係講一個冷天嘅時節啦，嗬，你有一條嘅一個想講滿天嘅時節嗬，你做冷天來講，做秋天一下嘛，嗬，都冷天嘅時節，你咪做一隻來做一隻飼料嘅啦，嗬。學入部分，你做太提醒更多嘢嚟哦。可能鄉親朋友都會想講，你嘅脾功啊、氣管啊各方面咧，問題產生出來都按多咧哦。一個氣泡嘅問題哦，頭先有提到咧哦，卡嚴重，嗬，久咧冇去乾季嘅時節，就可能一個不合嘅問題做出來咧，嗬。一個對一個不合嘅問題嚟講，你可能。做鄉親朋友啊，佢唔係講係樣嘅，學來產生出來嘅。一般博客來講哦，長期有吸煙嘅人，長期呢空氣污染嘅人，
佢从佢初生佢因一个皮肤长期的发炎，从佢发炎以后，佢嘅佢底尾佢嘅要变质，佢的细胞要变，皮肤要变质，变质以后佢嘅同期的所在嘅管就要变较黑。哦，即係我頭皮嘅氣管來講，皮膚嘅氣管有較細、較幼嘅氣管來講，其實變到黑黑的，因為佢濕到咧咩？濕到咩？所以佢因為個空氣嘅流通之無按度。所以從看到啲薄香嘅香香啊，所以見呼吸，唔過佢空氣都唔會多幾嘅氣霧啊。所以講一般來講啦，嘅氣泡片。代替來講，到皮膚肺炎，或冇講啦，對肺炎以後，還有個注射性的肺炎來講，一般來講是較嚴重啦。那講到上半部嘅嗰個皮孔後面氣管來講，較冇嚴重；到了支氣管了皮膚來講是較嚴重。一般來講，感染嘅皮膚嘅症狀來講，佢會發燒。不過慢性的是較唔會發燒，佢痰多啊。慢性的就係痰多嘛，痰多頭先你有講到嘅嗬，一個食東西嘅方式嗬，所以對食嘅方式來調整它，你做啲調整到一定位嗬。不過呢，係最好嘅方式，你就係鹽嗬，先來解決佢嗬。嘅鹽嗬講真實嘅嗬，食到唔好啊，如果對你嘅氣管各方面就唔好嗬，唔係單槍。都係處理個食療嘅部分來做調整，唔係講本身上看天。你嗬根本來解決嘅方式就係一個鹽先解決過後，身體好好來做一個調養啦。嗬，成多也會有一些困擾。